德慶縣越城鎮一名學生近喺觀測日偏食嘅時候，用相機拍到懷疑不明飛行嘅物體。不過到目前為止，仲未有任何部門對呢種嘅現象作出權威嘅解釋。呢名中學生觀測日偏食見到一個物體，開始仲以為係黑膠袋，冇特別留意。冇幾耐之後，呢個不明飛行物又再次發生奇異嘅變化。佢就開始閃，用肉眼睇到佢開始閃，有啲光嘅物體。咁樣呢，佢一直都喺度飛，直至到我影低最後一張相之後，咁樣呢，再望佢嘅時候呢，就已經係睇唔到。時間佢出現咗3分鐘、4分鐘咁樣。上到太陽側邊嗰度，佢又唔上嘅喎，佢係直上嘅，錯啊，後尾佢又轉係咁轉嘅喎。哇，走得好快喎，咁就一路打到就飛去到，咁飛得好快，好高。因為呢個不明飛行物出現嘅時間好短，呢個學生用數碼相機只係影低咗9張相。我想象唔到佢係咩嘢咯，即係飛機佢唔會係黑色嘅，黑色嘅話呢就比較少咯呢個機會。我認為佢當時呢就唔會係飛機，所以就將佢影低咗，就係咁樣。假如通過呢一部數碼相機拍得嘅不明飛行物體，通過電腦放大之後，我哋可以睇到佢係呈一個攬影，而且睇上去仲好似一部飛碟咁添。記者之後致電各省市嘅氣象部門了解情況，不過對於不明飛行物嘅情況，佢哋表示並唔知情。